POS 堂食點餐，先付款，服務員送餐，有座號。第一部分，點餐操作。點擊菜單餐台，選擇餐台，選擇餐台號，輸入就餐人數，選擇入座或者點餐。進入點餐區後，點選顧客所需餐品，跟住與顧客進行核對，確保所選餐品冇錯。核對完成後，點擊支付就可以進入支付環節。第二部分，訂單付款。喺支付頁面選擇支付方式，然後點擊支付並列印廚單，即付款完成且會列印一張廚單送到廚房。第三部分，餐品上菜。當餐品製作完成需要上菜時，點擊餐台，選擇需要上菜嘅餐台號，喺餐台操作框中點擊訂單，點擊已上菜選項，該餐品就會更新已上菜。當餐品上菜完成後，訂單將自動完成。